上我是研究什么荷兰语吼。啊，我是逐个捌听过演讲人，我讲荷兰来个研究荷兰字，迄个英文是荷兰。哦 ，HOLLAND 嘛，我做荷兰时代。哦，啊，我知影咱最近这几年吼，咱拢会足强调讲哇，咱台湾历史是从荷兰时代开始，对无？当印度公司。哦，咱台湾是啥？咱台湾是地点足重要，对吧？大家拢要抢，啊，就是荷兰人去当印度公司，是欧洲先到使船的，先到做货运的，但是爱看着咱台湾安尼吼，对吧？啊，我这是标准荷兰，所以咱话讲，可能较简单的吼，因为历史。为历史看你安怎看安怎讲，啊，我现在要讲是讲，我无要搁做荷兰语。其实荷兰时代从荷兰时代进前，咱台湾有真济足投钱的所在。哦，咱台湾历史真正开始哦，咱台湾历史开始是16世纪中期。啊，16世纪中期其实台湾无像大家所讲的讲，大家拢。要收一个抢，大家若要收一个抢，咱就想一个问题哦，葡萄牙人先来，对无？葡萄牙人先来，啊，葡萄牙人占倒位？啊？澳门，对无？葡萄牙人占澳门。哦，啊，过来换西班牙人来，对无？啊，西班牙人占倒位？菲律宾啊，哦，鲁索，我知道鲁索。就咱台语来讲嘛，讲到鲁索，讲到哈拉巴，我听过无？阮读历史的人，我不知道，即个我人教务较无共款，教务的台语较讲现在，啊，阮历史较讲古早。啊，因为台语，就我拄则安尼句老师咧讲着当归七有无？咱当地嘛吼。哦，啊，我毋知，因为是搁听当归七来去台湾无代志。哦，啊，他会安尼讲，当归7来去台湾无代志，我毋知安尼讲。啊，我意思讲有真侪话，我听你讲历史啦，我足侪人台语的一个音。哦，汉的才无共款。哦，歹势我搁插一个哦，大家才注意者吼。咱在座有迄个咱就这较济吼。比如我来个土话讲，咱来讲土鸡兄。我听过无？在。土鸡我听过吼。啊，土鸡兄是。客家人。你讲啥？客家人。啊。客家人。土鸡是讲阮的传统。咱阮查某人土鸡兄，敢听无？土鸡兄本来阮查某人翻译，听有无？我讲这，阮讲台语，现在台语甲历史台语无啥共款哦，要注意，因为闽南人也是漳州人、泉州人，本来拢咧坐船行船，啊船顶袂使有查某人。所以，阮查甫拢会娶查甫，我拢娶某。阮迄个含较水的，含麦土种拢是安尼共款。哦，阮含结拜做兄弟。阮含查甫结拜做兄弟，做我的客兄，听有无？所以阮困做伙，阮著行后山，听有无？听有无？古早来讲鸟是讲啥？你知无？鸟和鸟爸听有无？咱讲破衫对吧？吼，无你讲破鸟，有啊无？鸟是讲我咧讲咱历史，咱文仔爱知，毋是文仔爱知，无你毋是文仔若无知吼，咱嘛无回去。讨客啊，本来阮查甫咧讨。啊！咱现在阮查甫才暗感即个事实。
历史拢有啥咧？我若做毋对代志，我会改种别人毋对，敢听有？历史的观讲，我若做毋对，大家讲别人毋对。听有无？历史往是安尼。所以我们值得历史学的。对，然后我查某本来是安怎？我知影过去真侪语言，我等来讲嘛讲，差不多咱若要讲台湾历史，咱讲16世纪开始，我们讲即航海时代，咱讲海洋。海洋现在台语甲古早的台语外款，含客的共款。像当初讲无查某人袂当进船啊，所以阮伫海顶咧伫海顶咧探食，阮的查某甲查某结做做成名人，迄人生做咱总统是状元，我做郑芝龙，郑成功的爸爸，郑成功爸爸生迄含奶种共款，哦，足水，迄查某看就会跳，查某看就会跳。我讲你看资料，我有同你讲郑芝龙的面貌，政治上面貌姣好，公英业，安听有无？所以查甫人看就逐个安老水暖。郑芝龙是生于老爸某，叫老爸看着。听有无啦？郑芝龙生老爸某，叫老爸看着，家己若讲走出去，来去船顶船顶看着哦，够夭寿，够水，团困做伙，听有无？我咧讲袂乱哦，就某就无一定妈妈。是啊。对吧？老爸某无一定你妈妈，敢是？古早是查甫三姐四妾对无？查某本来嘛嫁安一个去一个来，敢若挂古茶有啊无？有啊无？所以咱袂使用现在概念去看以前历史。咱客人本来查甫，做郑芝龙看伊结拜18兄弟，有无？18支。郑芝龙有18兄，所以拢伊个结拜客兄。我讲咱若无相信吼，你看迄个啦，陈富水研究，闽南人真爱男性，咱真有啦吼。所以若看清朝的社会事件，拢是啥？走后山，查甫甲查某咧啥？阮查甫讨客啊，讨甲咧玩客，才独来独去。听有无？即个历史，阮历史阮查甫写，历史阮查甫写，你敢写这？所以你做客人有无？历史就是安我搁讲这啥啦？历史资料安怎写，咱去顶来看，包括咱讲荷兰时代是毋是讲台湾足重要？我都讲过啊。荷兰人占西班牙占乌索。有啊，无占菲律宾，无占台湾啊。荷兰人要来，因拄开始若要占占袂成功，反走去倒位？走去澎湖对无？澎湖4个月叫人赶走，有啊无？一直控诉伊。第二遍佮10完了，荷兰人搁来一遍，因为去占佮占失败，失败了就果不其然4个7、8种，从到占澎湖，有啊无？占年外，咱个有较早，果不其然4个7、8种，和国民党同款，占是撤退台湾，要反攻台湾，有啊无？有啊无？所以你看，荷兰人会起安平古堡，安平古起伫海边啊，一个城堡起伫海边啊，无水的所在，伊讲互你知无？因为安怎？伊其实讲，佫无人去做反攻台湾，听有无？安平古堡的地点就好，安平古堡无水啊，迄水挖出来水半点的，所以毋知讲一下，有可能迄就是讲我著暂时上边条正经暂时来等等者，即摆若关了，同皇帝讲了，就会当准备走去福建，找一个所在去一个场馆，结果无啊，果不其然等甲。一直用2年去互赶走，听有无？若讲一来遮，甲当做荷兰人嘛是做爱台湾的吼。
迄咱家己讲条文，敢无？西班牙话，葡萄牙话，可能也是五不三，我四个即个种，走。哦，所以我就讲，但无要紧啦，阮讲历史较安尼啦，然后吼，因为我较无中国是啥，中国讲历史讲哦，阮中国历史嘛，不复地大对无？中国历史悠久，敢是安尼？我们历史悠久，迄重。阮讲历史讲，阮讲啊偌厉害，因兜的代志，如阮讲啊无灵，阮变走啊。这个厉害无？中国人囝啦，不足厉害，因中国本来做世界上厉害嘛。所以后代囝阵来搁较老，无路用，迄本来恁咧种就好。我教大家嘛，咱种无好偌紧，家己拍就走吧。历史咱大家注意，理解我意思无？咱条件歹，若搁发展一个啥？就台湾一个国是世界第一名，安尼走一个较骄傲。历史安尼看较注意啦。所以你来读古早历史有一个重。历史有一个重。听有我意思吼，毋是中国人讲阮古早阮土地偌大。阮土地包括欧洲，阮土地包括苏俄，所以现在要啥？中国人一定要将收落转来，敢无？含印度要拍，敢毋是？这讲嘛，这种历史教我一恐怖，你知无？恁兜就阮兜，你就是我的，我的就是我的，敢毋是？中国历史教安尼，即我较无爱用角度。咱台历史两摆，伫大航海时代。伫大航海时代，咱可能甲你讲足重要，其实无遐重要。好，我讲看吼，历史对10世纪开始啊，咱大航海时代，你看我读完即句话，伊若大航海时代是一般讲起来，是咧徛伫欧洲人的观点，欧洲人若是讲欧洲人，我讲因自然足大大个，敢是？其实咱现在吼，我毋知影后摆加人讲嘛吼，即摆真正就甲鱼港、小鱼港，我捌去过吼。小鱼港的船仔毋讲足细大个，大航海时代。其实大航海时代，迄时阵就是东亚的陆地，咱的船仔真细台，船仔细台，你就想讲，原住民以外遐汉字变哪来你来想遮历史就感觉真恐怖。迄船仔足细台，查某人要哪怪？因为是即点，历史拢写查甫，无咧写查某，有无？查某人做啥物啊？我做中国这边哪怪？你毋好甲我讲啥物啥，咱有长线讲无长线嘛，对无？就安尼讲。罗汉脚查甫怪，带原住民某，若安尼吼，咱今仔大家拢变原住民，你知无？敢毋是？做这理论袂使安尼讲啊，敢毋是？你啊，原住民正了运动，原住民平无族会当讲发生原住民新闻。若你讲话，咱拢有长线讲无长线嘛？大家嘛，本省人大家拢原住民的，敢毋是？对无？毋若安尼呢？当初遐罗汉脚查甫即届人来20万人呢，原住民才20万尔。原住民总人口20万。查甫10万，查某10万，会嫁查某几个？会当互你5万好无？5万分20万呢？你听有无？分无够，分了了吼，原住民要做啥人？原住民要做啥人？原住民娶某某，娶某囝来原住民。所以我们来讲历史吼。
我来鼓励讲，你看历史爱尽量徛伫一般底线去看，听有无？徛伫一般底线去看，毋免去批评。哦，因为我刚才甲大家讲，我较大2年，我上册2个戏啊，考，我上册地理，我上册历史，历史爱背，地理嘛爱背，敢是？啊，就无够我这40岁以后，考这2个咧食饭。你啥喏？因为历史本来背啦，你听人讲故事，你也用脑筋家己想。这有合理无合理？安尼无？有合理无合理？我讲，所以真侪啥？咱的女性的同胞祖先、汉人的祖先要管，有诶毋是原住民，伊要安怎管？咱怎么讲？查某袂当坐船，啊，要坐船要哪坐吧？女扮男装。哎，差不多嘛。不啦，我讲一下就我安尼讲会讲袂了。迄是船，无床位，无床条哦。咱若船拢家己一个房间哦，用一下楼梯落爱开门安尼对吧？啊，古早是无啦。古早咧，你要坐，拢一架板面顶，啊，若风台雨，你爱跳落。都还没在鱼竿上班，甲鱼竿管在咧掠鱼个，掠了鱼了是弄等到，我讲听有无？开对无？啊鱼仔甲等落安尼，啊听有无？啊古早的装伊就是安尼，啊做早人就爱跳鱼扛起来。哦，啊你若要放西边哦？在里面。早人要放西边，要辛苦边哦。但是讲无辛苦偌紧啊，啊若拄啊风台天边哦，哦好，我要讲这个啥？航海时代，新人航海时代，你看我后人写，我后人电影，啊你就袂记家己的，会袂记家己的啦。我做因时间的因素，我来讲，航海时代来徛咱台湾的观点，你会去了解讲当初船啊什么款？啊，古早船也无看见啊，啊，我就看到现在，今仔日什么家人港嘛，八斗啊，有诶无诶，鱼港无，你看到船仔已经是着古早咯，啊听有无？因为其实讲起来，船大只才差不多偌济，所以你莫看到船，个前尾一定要坐上，铁达尼号那个大台安尼，听有无？好，啊我讲来讲，咱即个人大航海时代。啊，咱讲台像讲海洋史有无？我听过无？最近即几年讲咱台嘛才讲海洋史，哦，来讲海洋史，我那个笑，因一边迄个啥，咱咧以前马前总统做总统的时候，啊，全部拢无咧开会，佢迄个啥，不拢无咧讲哦，咱即个马总统嘛足注重即个海洋史，啊，讲后来总统伊拢本两讲承让。哦，啊，我海洋史啥你知哦？爱手脚，爱掠人，爱拆皮，啊，我中间听听，爱用。海洋史的海洋台语的海洋，我在帮，这个帮头脑这个中国我家己的，有无？海洋英文吼。这是台英字典，台语甲英文字典，台语英文字典，海洋我咧手脚，有无？海洋手脚，吼，海产做海洋，听有无？所以古早讲你做什么头路，我做海洋的，听有无？所以你若讲哦，你心讲强哦。厉害不害哦？因为海洋是啥你知哦？你是船顶，你一定爱安怎？啊，时间足险，你若有船，加一只船嘛，海顶，所以你若看后手啥？船顶伊会原理成大，伊来讲，你死就死，
因海平当判断。哦，所以来讲，咱亚洲安尼，澳洲嘛安尼，海洋性爱足强。所以咱来讲，蔡天有无？蔡天真人知啊，爱知。你话讲心足强。但主要我只今仔小讲着吼。好，咱大家小讲一下吼。做我听我讲起，我听这项，就这项。哦，好看无吼？好，这本册，下文音甲英文音。哇，其实咱有人讲台语，有人讲下文话，有人讲闽南话，有人讲台湾闽南话有无吼？啥？哦，其实讲咱台语讲的，咱台语应该是10种后话啦，英文嘛10种后话。哦，我唔知你若听10种啊，听总爱听吼。你知人最近一本啊，谈讲10种才好，你知无？有无？混血啊！有没有？混血好可爱，有无？有啊无？真侪你若看纯粹的漳州腔，甲纯粹的泉州腔，伊咧，迄个打音嘛，上有足歹发音的啦。啊，若港口的所在，啊，真个人群合作的所在，咱上大人会为难做伙，就咱台北腔。哦，我毋知你有讲我的腔足像中国腔的，你听出来？听袂出来？不能是吧？好，那要讲是这，大家知啦吼，讲这个是啥？这种183年，哦，这19世纪出版的啥？英文甲英文的字典。哦，讲我一个条，我这讲了吼，我这会当，你会当来迄个啥，来登录，哦，这个上面的，这个上面的吼。哦，啊！你看这条讲历史入来，咱专门讲16世纪开始，16世纪开始啊吼。啊，你再讲台湾吼，来讲台湾历史，咱去日本人讲过，啊，逐个咱选举搞吼，有啊无？就国民党就去互讲什么啥？因阿公，我做啥后尾仔嘛是无？因阿公，啊，你知国民党还是讲啥？拢会念讲迄个啥，迄个国民党因兜就是啥，封面后代有无？有啊无？啊，我毋知你听出过你有收去无？啊，会哦。我对我多时国民党讲，啊，不然我就封面后代啊。我较细了，啊，伊较白了。啊，咁听？晓得吼。因为种人讲，国民党高大嘛是清朝皇帝的人民，就是清国无方面嘛，敢是？啊，咱嘛是，咁听？大家拢方面的后代啦。啊，你若问我是小日本方面的后代，我咧讲有下落。啊，咱国民党安尼念，伊家己咧做趁食吼，啊，你面别人伫见啥？啊，听有无？好，啊，其实嗱，我就讲，咱中国人讲要做过啥？大清方面、大明方面，当时安尼。好，啊，但是迄个啥，若较政府，像国民党这边政府较爱来讲，台湾人就是啥爱讲日本话，但是。啊，就是啥，叫日本人教变讲啥，那种亲情，敢是？会啊，我这国民党种讲法嘛有问题。像你讲，我70年代我读日文啊，我70年代读日文啊，啊，因大家拢读英文。1970年代，1970年代，一般若真正国际个人拢读英文，啊，阮英文读了，我嘛读日文，因为阮老爸老母咧讲日文。啊，伊若咧讲，若咧讲话吼，你讲比喻就唔好听。这恁有种经验无？有哦。哦，啊，我来读日文，我毋知读日文了，早叫人念，你知影？讲的是啥？日本军国主义的后代。因为他有这，啊，我就慢慢去注意啦，听
听好吼，我会当问大家一个问题啊。16世纪开始，咱讲有一个啥？有这个啥？哦，国叫做倭寇，倭是贵 A 口 A 口单哦，倭寇是 A 口 A， 好无？听好无吼？咱当历史开始啊吼，有原住民，原住民都是东番的啦，东番，哦，台湾原住民做番啊。啊，全世界大家拢烦啊，敢若中国人唔烦，听有无？听有吼？啊，你知影听有吼？咱种葡萄牙人吼，葡萄牙人，咱是叫伊啥？胡椒番。胡椒。荷兰人叫红门角。啊，听有无？所以恁讲胡椒番，你听有无？因为听吼，我们别人人喙吼较歹，但中国人咧，中国人拢叫啥？啊，中国人叫日本叫日本鬼子对吧？对吧？中国人叫日本人还是把鬼嘛是人变，鬼嘛人变，啊，但是别人叫日本人叫啥你知无？真生臭狗啊，有啊无？听有无？所以中国人较尊重日本人，台湾人将日本人当作真生。听有无？做特别来讲，你台湾人本省人较爱日本讲，阮甲当作狗啊，你甲当作人啊，敢是？听我咧讲啥？啊，你讲鬼开始哦，迄个就是红门狗来啦，红门狗来甲即个啥？台湾的原住民所在。啊，其中嘛有海产，啊海产就开始啥？那大家弄一个新游园啦吼，真有龙，有啊无？伊走去骗哦，将红门狗甲弄走啊，咱留个比文乱，有无？外观的伪马人，乳腿红门皮有啊无？有吼？啊，有迄个啥做一代有一代。伊拢来台湾啥？拍倭寇，拍伪寇，拍 A 寇。啊，我会骂这一句话，啊，像迄 A 寇讲啥话？おはようございます。一緒に講，我知影哦，但是行啊，没有？啊，我同你讲哦，迄个时阵你若看资料，我等下帮我同你讲哦。我等下慢慢讲，伊迄阵个 A 课吼 ，A 课讲的话，同现在我讲的同款，煮顿话，食饱啦，啊听有无？所以中国人伊若看你不满，伊就甲你抹做你是啥？像阮查某人啊，阮头家兄，阮会讲你头家兄，啊听有？有听懂吗？历史讲是安尼啦，因为16世纪，明朝政府禁止，明朝政府禁止，后条明朝政府禁止啥？禁止生意人去日本做生意，但是明朝足爱日本人的啥？银，足爱日本人的武士刀，所以大家听好吼，咱咧中华民族的民族英雄。拢用武士刀咧开 A 口，啊听无？啊 A 口就是，你大家咧拍比较开，不了解，不孝子孙，大家敢听无？咱人咧讲哦，民族英雄，即个啥？民族英雄，即个戚继光有无？拍啊，就讲陈有龙咧拍即个啥？倭寇，我来学你甲你死。大家我人公用，啊我你若讲用骂你，我该死。会乱无？会乱啊吼！我是讲，因伫迄个16世纪，明朝不准啥中国和日本做生意，但是中国爱钱，都无钱袂使，啊做了真侪生意人，特别是福建人、将军人、北泉人，因也要栽种，因就通走去啥？
走去日本买去，啊，迄个赚大钱啊，啊，你著较多，去互政府掠着，所以着要种爱甲要死，啊，搁别人去做，安尼听有无？啊，做早注意啊，日本搁台湾吼，才是内海，即个遮有历史以来，即个遮有历史以来，来看好，哦。第二，因古早人啊航海吼，迄个时阵拢会安怎？会安尼，迄个时阵会安尼海出来，再来台湾，再来菲律宾，甚至再来迄个人走这来遮，走这来遮，遮敢若一个啥？古早漳州人甲漳州人，因为啥？门口埕，安尼听无？算个门口埕，所以漳州人甲漳州人是伫历史上。看来较航海关的较深，啊，所以因遮后代变泰国人，所以泰国人有的是讲因的祖先嘛是迄个啥，漳州甲漳州，1000多年来是安尼啊。啊，日本人嘛是因的祖先有人是啥，对漳州漳州去，啊听无？所以古早有即种关系，啊，即种关系朝廷当然起毛摆。拢家己叫是啥？你是迄个啥？下课，爱听无？啊，所以咱台湾历史开始咯，毋是对荷兰时代开始，是最早世纪。迄个时阵葡萄牙人来，西班牙人来，哦，啊，伫中国嘛爱情，啊，即个造成即个所在，造成个足老者嘞。啊，官方反正一直海产。啊，再走起来遮，啊，做咱台湾历史开始啊，所以啥？台湾历史就变成原住民，咱台湾古早咧讲，我咧东番，吼，咱台湾开出现历史名咧东番，啊，来讲是波罗摩萨，迄是差不多较后壁诶代志，爱听有无？啊，其实若咧讲波罗萨，我等下讲波罗摩萨，毋是讲咱台湾。会拢无？葡萄牙人去看着佛摩萨对无？哦，看足水诶！伊拉佛摩萨，啊，咱啊就是讲咧讲台湾吼，啊，台湾讲迄毋是讲台湾，迄个啥？迄个葡萄牙人伊看咧迄个佛摩萨吼，迄个岛，当都有8公里，迄个岛吼，当都有8公里啊，啊听有无？迄个岛面顶的人，大家都皮泡泡。迄个岛的人，迄拢会晓读四书五经，听有无？18世纪，咱台湾的原住民读四书五经，原住民的王子拢走去北京读册，啊，爱读真少嘛。所以迄个佛摩是咧讲乌吉那哦，听有无？啊，因为后来乌吉那就记讲是葡萄牙款的因呢，啊，乌吉那讲讲，啊，我咧打较巧，伊来讲佛摩萨哟，电视台是叫人真。欸，我讲毋是讲假，你历史若无发声，查人若无发声，以前历史拢查人无咧写，有啊无？所以我很鼓励讲，查人爱是讲历史，恁查甫讲查甫的，阮查某讲查某的。无讲历史就变一边，欸，历史足重要，先讲先赢，先讲先赢。所以讲咱要看历史者，毋好甲背别人的物件，好无？历史先讲先赢，毋好讲别人的物件。啊无安尼，你逐个都来背，就搁足艰苦。啊，背讲背到，咱背讲开恁讲的人。迄非你有钱啦，吼，啊，这条有无？过来，你看哦，咱台湾历史哪咧讲嘛？哇，这是清代上关于文人咧台湾历史，我免念啊啦吼。伊来讲江苏地就当吴国的假，哇，这段头捌看过，但台湾本来无啦，啊有当英国的假，啊假是啥意思？
哦，你我听我讲就讲，我希望讲，你莫背，但是看是什么意思？捌你来大家真去问，当是倒位当伊吗？当是倒位？日本嘛，日本啊，我们历史处是安尼吼，当伊无包括日本，你莫乱啦吼，我毋要乱啦吼，因为我是讲日本迄个16世纪就去互中国禁掉的，啊，所以就我人在讲，所以你是当伊，听有无？听无？所以中国人在咧没有台湾嘛，中国在讲遐是啥？爱讲做中国台北，有啊无？对。有啊无？中国人讲无就是无，敢是安尼？啊，所以应当然，你讲日本无毋对，民间的物件日本无毋对，但官方的这当然做定是讲日本的，当然是讲鲁爽，鲁爽对会知无？菲律宾。啊，教是啥意思？教是西班牙话。教是西班牙话。后街。哦，我讲人大家听我，咱台真正会吼，因为迄个吼要求有荷兰话，有葡萄牙话，啊听有无？你若看人用法无伊，咁奇怪是啥意思？就包括咱台一家的家，有啊无？有无？啊，我是甲北互你做，有啊无？有无？海到底啥来？迄种后，连北我学因的，迄时阵叫北，荷兰的北。哦，啊，德国来讲北语主文都无法，听有无？啊，比如那上文，上文看上文发讲袂。哦，啊，我讲者像咱台语经济历史，我们教无较无注意者，啊，阮较爱讲者。好，好啦，莫讲真济了吼。我就讲，即个啥？即个写就讲，哦，甘肃节伊就是有伫鲁肃做过生意，啊，伊就带A对无？啊，但本来无人，啊，带 A 来啦，就是还这边有人，敢毋是？有啊无？啊，荷兰人来吼，然后荷兰人来，就甲因借一牛皮的土地，有无？有无？啊，恁较讲后来因迄是甲荷兰人借，讲这听有无？一牛皮地捌听过无？哦，啊，去用骗的是用骗什么人？有好，啊，红骗的主人是原住民还是？啊，我一直听有无？因咱一般解释讲，荷兰人来去拄着原住民，那原住民讲讲，啊，荷兰讲我甲你做一牛皮地就好啊，啊，用牛皮加了一个线，啊，规台拢围起来，啊，原住民知了，都发现起甲要死，袂有啊，啊，甲大家讲，迄个原住民毋是原住民，就是本省人，啊，听有无？就是那个，有一个将军人，甲泉州人。啊，因遮代志就因知影去用骗去啊，都偷鸡啊，阮爱情讲偷鸡啊，毋是我，听有我意思无？就拢家己去用骗，讲历史我咧讲别人诶啦，历史就安尼啦。我讲去用骗去啊，我即个完全去用骗。啊，偷鸡啊，面我咧偷，爱你找人偷，安尼听无？哎，我这毋是咧讲讲哦，真正历史安尼看，哦，啊这看有啊，这拢面拢有写。啊，佮看有无吼？即种荷兰时代你讲鲁肃，吼，这中国人甲你讲，鲁肃就是菲律宾，菲律宾是中国领土，听有无？咱较讲台湾是中国神圣不可分割一部分，对吧？对吧？迄是1950以后才开始有诶，听我意思无？真正神圣不可分割的部分是菲律宾，所以郑成功后来去互郑成功后代去互西隆甲拍走了，
人迄个电视我后台要去讲菲律宾，足可惜我讲无成功。啊，听有无？做菲律宾人知变啥？迄个专门咧拍人，迄个啥？哦，足古早去落迄个啥？去落迄个电视甲讲讲叫，现在菲律宾嘛是中国一部分啊，敢是安？啊，这毋好讲哦，鲁爽着中国的啥？有无？啊，台湾毋是，台湾会使，下课会啥？下读书就对啊。啊，做台湾毋是中国的哦，有无？啊，这种名嘛，有这种名有无？哈，我继续讲下吼。啊，我从历史开始哦，真侪啥？有真侪领导权、银行，有无？明朝开始，咱拄开始讲历史开始，就用这领导权，啊，银行伊拢咱在台湾过，啊，伊就是讲啥？讲日本方面的后代，啊，听有无？啊，再国民党就是讲即个亲国民党的人，还是讲人咧讲台湾即个方面的后代，咱来公开是讲文章古早就是安尼，敢听？还恁讲的，我都毋是安尼讲的，啊，恁讲恁白话也毋是现在开始的，古早开始的。400年前就讲阮就是保护后代，有啊无？啊，听我意思无？哦，做人别人咧骂，人咧公开接受无要紧。啊，你公开接受了，搁电讲种假啊！你讲查某，毋去讲我。吼，领导权啊，银行，啊，伊做名海杂，啊，我都有咧教种讲领导权是做名的处留箱。哦，伊咧若咧讲海杂，拢用足歹。对无？但你拿领导权吼，人来讲历史讲领导权，咱台湾去有官兵甲借，啊借钱啥？船啊无锁啊，无锁个关船抓来，将关船头夹掉，用关船的头去做锁啊。做关船后来汉人来看着关船头当拢无，讲短短安尼啊，含我共款。伊若嘛，迄是领导权甲我同大家去做锁啊。啊，关船人咱才少，因为知影迄船啊爱油臭。啊，你知影番仔吼，咱来讲番仔会较臭就较高。捌听过？番仔毋是人啊，啊，做咱迄个臭就较高。啊，做咱人用番仔灰放番仔灰去糊船，啊，听有无？册拢安尼写，历史册拢安尼写，啊，做领导权讲变歹人。大杂宝大歹人，但你若看着出趣味诶，领导权会晓四书五经，做互民资作对诶。啊，伊船顶嘛有迄个查某囡仔，迄查某囡仔嘛做互民资作对诶。啊，听无？啊，除了像是苏荣荣，有啊无？哦，啊，除迄个在领导权，伊活动行为，德国，叫做泰国、台湾拢有。哦，拢有，啊，甚至印度嘅人咩呢？伫泰国啊，伫迄个我来讲，我才有两个在我，哦，伫泰国啊，台湾拢有咩呢？啊，你知印度嘅嘛，足爱听咩呢？伊嘛去做事哦，抢夹来有抢18拿的金啊，老咩咩，捌听过无？捌咯，啊，伊咩咩有一段泰国，做泰国一间庙啊。啊，所以咱台湾古早泰国蛮真深，咱买泰国米哦，泰国米知哦，毋是战后才开始的，400年就开始买。哦，啊，你就数来啦，过来。哦，有啊，啊，这开始我这因为时间的因素，莫讲嘛吼，我面拢有写讲历史开始，哦，开始要看，好无？我时间就莫讲吼。所以恁会等下咱用咧同等，哦，你甲当路等去看，好无？吼，哦，啊，即个讲这白色的，白色就是啥？白色就是即个西班牙，那即个葡萄牙，哦，因来到台湾，哇，这马告对吧？马尼拉、乌爽哦，啊，台湾啊有配合起来。哦，我讲这个是啥？咱讲台湾哦，看倒有无？都是红色的，有看到红色。啊，其实这三个倒毋是咱台湾啦，是咧讲福建啊。
我摆讲问题吼，有无？对啊，方向南北并有听拄到好势，我调做变南北去，南北人三个岛。我看，讲这时间就叫这，有无？我时间袂赴啊，我大概少看是讲，其实我可能所画迄个风马啥拢有遮，我有去哪无？过来。来了，有这时间你无个，刚才做这，大看了小琉球，美丽得无？黑魔扫看见无？看到啊！大琉球，小琉球，大琉球。反正你只要来小看，有这地图拢看，你若有趣味人就少看。看面顶所画的这个大琉球，其实毋是咧讲台湾，咱台湾是伫下骹。东宁，对无？东宁，知影吼？我伫这图，我图足清楚，要大家才拢算，吼。我原来我怎讲，塔有这个就是安怎？因迄个啥？因为我有讲过啊，日本去了禁掉，但是就讲嘛是爱啥？爱废物，再就变招书，你看，足趣味啊！甲明朝时代，因为知影明知影台湾存在。我讲我知影中国知影台湾存在，但是别个过去客讲都毋知呢。所以你看个地图，中国明朝的地图拢无台湾。来较后壁，较后壁以后再开始台湾出来。所以家己少，我从来听我演讲了。会使图个慢慢来看者。好，我讲过啊，你看这种写，真正大部分拢是啥华人，大部分汉字，真正日本人10个中才一个两个尔。这种资料，你要看，海口有200个人，一台500个人。内底有闽南人、温州人、台州人，看到无？后啥？迄个宁波人，所以包括迄个啥？迄个咱讲民族英雄周介石，周介石嘛是倭寇，知无？因周介石嘛早就读册，这400年来本来浙江人、甲江苏人，甲这个啥？这个福建。甲一广东和日本的关系本来真深，遐人足紧互做啥？倭寇后代，所以这种其实讲拢是啥？中国人，真正日本人可能200个，才10几个尔，占1/10，无1/10啦，但是，我来讲，听去去做迄个。做海贼，倭寇对无？迄拢毋是干老人家，因兜可能拢听有吼。那荷兰时代也是讲印度人在，印度人我们足好读册的。所以咱要讲台湾历史，唔好就是讲来台湾遐荷兰人做生，大家拢老人家，拢无读册。因大家因兜可能拢换啊1个月才几百万薪水尔，听有无？伊就较有平安精神。昨日人读历史拢讲嘛，讲台湾的汉人祖先拢啥？敢较无讲甲伊遐食袂落安尼吼，无一定吼。你看，这个数字来，原住民啥？原住民啥？拢用切，拢用这，用表情蜗鸟冲长鸡就这个啥？个较要拍飞箭，迄个交警上不知
即个使记载咯。就迄个就古早迄种迄个当布情调，就是安那吧，艺术开始啦，倭寇将这关键给拍咧，再开始艺术再变啦，变本身啦，是种倭寇的后代。好，我差不多讲到这只，你听有吼？这只，这葡萄牙甲西班牙话荷兰人来，伊所谓地图来，这就注意的，只有带一本啦，这。有带一本啦，所以这种西班牙话，大家可以看好，只日本、波兰茶，这210个，这日本有无？日本160个日本，新啊有无？有无？来，这西班牙中国菜啦，我有嘛日本我有嘛荷兰茶荷兰，才有带荷兰嘛，才有带啥？中国麒麟甲中国茶啦，听有无？中国茶啦就是倭寇，倭寇拢就是自由生。好，我刚才讲这吼，你看我讲有名迄海产印度便宜吼，搁一个甘肃茶讲过吼，甘肃的名名做佩多西纳，比着中国。电池用名做啥？你知嘛？尼古拉斯1罐，对无？遐一个海产因拢无讲名。海产拢一个拢无讲名，海产哪安尼？中国名讲派啦，因拢安德烈亚，尼古拉斯，佩多西纳比得中国呢，哪安尼？中国政府的文人讲派啦。不一定歹啦，听有无？讲电子龙，电子讲讲唔啥会歹啦。做自然的历史搁是错根，去错根就注意的。错根，一条咱来讲历史讲错根是台湾人拢反对的嘛等你来去比较看，错根人来阮中华人，阮怀疑到死，阮将迄错根当做啥？迄个腐败的民进党。听有无？敢听有？我细汉诶，阮都因为带我有讲啥？清朝若咧讲歹，无一定真正歹。你蔡根讲洋台人足好，所以蔡根人来台湾人大家拢帮助蔡根，听有无？好，我咪讲，咱大家讲，我要跟大家讲，人海产形象是安，形象是安怎？海产一般拢含咩啥？海洋人做伙，海产一般拢含海洋人做伙，听有无？我人唔出来讲海洋好人歹人，无？海洋是好人歹人，歹人咱台湾讲海洋精神海洋海产形象。你台语讲就讲着海洋有海洋，我人讲海洋是好人歹人。伫中国历史内底，海洋是全世界称霸的，跟陈水扁一样。敢听无？敢听无？所以这足奇怪。亚洲甲亚洲，因大家咧对海洋的观点拢歹，所以若有海洋的所在，就一定变。这个美人鱼，好人歹人，所以你都看我的 this time 对吧？那美人查某人对吧？水上海陆若有海陆看海陆伫遐咧洗头的这一定知，你规在汤拢变。所以海洋甲美人鱼拢歹人，但是这个才变好啦。你听无？最历史就是看先讲真尔。决定本来歹人变好了，所以迄个 Mickey Mouse 对吧？你说咱跟恁做出来歹人。好，你落看我讲的你大家小看一下海洋是啥？查甫做精，查某做啥？
强迫不义的查甫人甲查某人，这种中国所讲，是点讲。后来讲听好吼，咱台湾是啥物事？火龙的遭困啦，搁海洋的遭困，听有无？所以台湾本来是海产、海岸、海鱼，搁波口，都足歹听，敢是？歹听就是咱历史我哩变哪甲我当讲，最近大家讲海产龙，咱较讲日本的，拢歹讲家己，那么真的海产有处理好这样，有无？吼，讨论讲台湾历史爱讲说海产历史，安尼较趣味。所以我今仔是教大家时间很长，我今日直接讲到这个吼，做我一直就咧看嘛，无清楚的所在，大家少看这些。我有怀疑讲，因为我家己有咧写迄个 Facebook， 你若有问题，通透过我 Facebook 来甲我问。我咧加音按你卖一下。包括你看，咱这几啦，这个土人有无？有无？咱这土人经嘛土人你知影我毋个？土人当时家己运入来，当时家己运入来，但你信这无？我就看荷兰资料足清楚，荷兰时代拢有咧送个石磨，听有无？有石磨有牛磨，有土人，有车听有无？石磨有3种功能以上，咧下米粉，咧汤切卡，有咧啥？咧加汤色。听有诶，我即个学生问我，我拢很毋知，我意思讲，我今日时间真短，我就讲真侪，所以恁若有问题，我就欢迎讲恁伫我 Facebook 甲我问题我会去，因为我去公开，我讲这足侪物件，我学生问我，我再讲，哎呀，你拢毋知咧我再讲互大家听，这历史真趣味，爱记一句诶历史毋是要背。恁就看，你就听讲看文言安怎写，你搁解释清楚，到时阵换你搁讲互别人听，换你搁讲互别人听。历史毋好加客观，听有无？历史毋好，咱来咧讲历史来讲，我做客观啊，来客观来讲假，因为资料，我专门讲真个海洋在迄种官方写。海杂无就写，所以你要用合理的精神去看，然后我请，这有，然后个对问嘛然后来讲我讲。我拄则迄个很高兴讲，咱要了解咱这个历史啊，我文化爱。对这家己真了解，我有深深的感受，我嘛是真同意的就是讲，咱较早头一寡话啦，一寡迄文言，即摆拢是文言叫汉字，咱有翻译台，实在毋知咧讲啥。咱呢台语发音原来是安尼，所以这台语对咱的历史、对咱的地理、对咱的文化、对咱的民俗有真大的帮助今日我这地方咧，言语看历史这。你是想着，咱讲言语是一种的语言一种，但是咱其他嘛，要介绍是咱讲一寡物件，拄则咱咧安排讲咧咱白产的白，这对荷兰啦，咱从这机会咱甲介绍这是啥物意思吧？咱即摆来看这个台湾言语看历史第一就是讲迄个平山过台人，这几万这是较早，过头就种有啦，咱较早种生活。一直讲恁是较来迄个登山开会再来台湾这是确实是有影的。迄中国迄个福建也广东遮，因为真善车真无通过，所以走去南门走去台湾走去外国，所以这是讲侨乡嘛这侨的所在嘛上好的所在，第一过关第二才过台湾。第一过关是过南门关第二才过台湾，所以。台湾较无人用，也较保单在款。不过台湾确实，咱就住台湾嘛，所以咱是讲台湾真好所以第一个咱才开始讲，
啊，过来就是讲，这个因为可能金还是福建，还是可能广东这个所在歹趁食，所以经济已经无像咧较早迄个经济越来愈少，啊，所以走来这个东都就是较早迄个，早有真济名，啊，迄个电影公时代，佮有一个好这里东营国，啊，迄代迄个较早甲台湾名做东都，啊，所以有一句话讲，气归气，东都先来稳保，毋免长山遮艰苦。啊，我做等于所以这汉语拢照迄个教育用语啦，哈，这教育用语。啊，这东都较早是讲迄个，荷兰电视讲时阵咧，当一个地苗叫东都啦，哈。啊，迄个底下会当生活，所以当然是有我，啊，在台湾才有当生活，才会当去建立家庭安尼吼。啊，到底台湾这个？我感觉简单啊，你实在无简单。我当然有看历史，我因为我是历史专家，我看一个文献讲，差不多200万年前的时阵，对台南加屏东啊，这甲人请人桥吼，有10万个汉人吼，查甫的6个汉人查某，10万个查甫6个汉人查某，就有迄个甲有迄个后习惯，啊，所以其他拢是迄个在地的吼，啊，拄则迄个。咱到是讲，结果20万，迄个都是年代啦。但是我毋知咱300年前迄个东都迄个带安尼变那个满足偌济，但是咱确实就是查甫真济，阮家真济，啊查某真少，所以这真应该带这个北部的查某吼，啊所以后来就讲。咱台湾，咱著讲好的时阵吼，咱著讲台湾是说台湾是人口嘛。咱著讲歹的时阵，什么男女情侣，较来比方讲人来讲吼。啊，所以咱台湾确实嘛有这个现象，用台语来讲，嘛有讲台湾家庭甲嘛迄表示都趁食。啊嘛讲台湾土软，我听过吼，迄听过才有。台湾土较软，啊，是讲真正来台湾移民来台湾的时阵。自较早的咱上大的先州就是读册就惊考教，一中政府就记一下。啊，台湾比中国来的时阵，你可能3代趁食才有甲互囝选读册。啊，所以你要考教拢考输人，所以台湾啲后面系拢考无掉，所以台湾也无读册，所以台湾土软，台湾较慢慢。啊，所以较早有一寡。保障名额啦，就是讲边疆地区有保障名额，所以台湾人有一寡会有人扣掉啦，有种个但是迄属于保障名额。啊，所以拜时阵有一寡迄个拜公园。啊，即摆是讲过来看者，来到台湾，你若讲好野人，可能较少，拄则迄个讲较少，大部分拢是来伊当生活在遮转趁食。啊，来趁食就是卖你去出卖迄个一边打人打物件啦，叫中桥还是打还是打啥物件？啊，所以少年的时阵，你就有气力去做这工作；啊，到老的时阵，就无气力做工作。迄当时较无人爱请，较无爱请迄，那较无人爱请的时阵，伊就开始生活较困难。啊，比如讲，咱啊。好天的时阵有人请，咱有工作好做，有通好做，啊，有钱好赚。啊，若落天无人请，咱就歹过去嘛吼。啊，寒天的时阵，迄当然搁较歹。寒天的时阵，大家拢较无工课嘛吼。啊，所以有一句话讲，红气敢是狗的，狗的，迄当年进入寒天嘛，所以有一句话讲，红气若出头，罗汉脚晒老。有些到的时阵，已经冬天啊，冬天迄阵较无啥物工作机会，因为迄个是算农闲时节。罗安卡就烦恼，我即个无临时工也好做，无打好打，所以来人目屎，有即句讲话，有即句讲法。啊若甲即个少年时阵有一条打就做打夫啦，你较早讲嘛有一个讲法叫鼓励，我都听过。
处理苦路嘛吼。啊，来到老的时阵，无人请，无人请，只有做乞食，只有做乞食嘛。做老条来就做乞食。啊，若讲乞食到尾嘛是无当分的，可能是乞食较早死。啊，所以到尾变做无人来照顾迄个孤儿仔鬼，叫做有用功，有用功。啊，所以咱台湾真济所在有用功庙啊，有用功庙啊。啊，所以有一句话讲，台湾确实嘛无一定讲真好赚钱啊，咱但较就有用功，表示台湾真济迄个做乞食，做乞食啊，要去路边做路公司嘛，啊，是毋是安尼讲？啊，毋过哪有遐一人来呢？就无法度咧，去比较艰苦，比较艰苦，所以讲，就厝诶，讲咧少年时伫中国无当趁食，啊来到台湾，如果想来南洋还是来台湾趁食，啊可能有诶讲什么？来台湾10个，7个转去，啊3个死的，像嘛，甲3个留一个死，像我。啊，所以若无有即款个工人，路边人用功，所以咱即摆有一寡现主席的讲法来讲，年少轻狂，哪个年少不轻狂？我轻狂，你少年时无一寡迄冒险精神，你不能有机会。啊，所以这有一句话安尼啊。迄阵咱规台湾登访过台湾时阵，就有一寡个风险，10个来，伊对中国看10个去，啊6个死就死咧海中，还是迄个波浪。3回头，啊，毋才出一成人头咧尔，所以风险真大嘛吼。啊，即摆来讲一个咱个台语一句迄生活的语言，我拄仔甲你讲，去了大概16世纪英国的一个你看迄个用商业行为说，去了迄个商业同业工会、商业同业工会吼，就是咱做米的。啊，组一个工会代表咱的利益。啊，最近咱咧做迄个船水的嘛，有一寡代志，迄是有工业工会咧记了，啊记了在台湾时，咱就甲合作交吼，所以咱有真济即个交。你即摆去鹿港的时阵嘛，有一寡迄个交，啊交就是一个办公室，啊内底咱咧同业的直接办公了去处理咱的代志，啊所以这是一个工会。啊如果个延伸出去，交就变做。大生意，因为做无用啊，做无用的做大生意，所以交行就咱就咁讲。啊，交你做啥物？较比北平伊就讲北交，啊，甲南平的南交，要叫比例分。啊嘛，你做啥物行业做米做米交，啊做就长交，啊对。啊，点交就是甲做讲那个北京迄边做生意，还是甲迄个上海啊，迄个唔上海，迄个就是浙江迄边啊。啊，下交就是甲迄个广东迄边做生意，中交做地理，啊，甲台湾有咧汤交甲米交，啊，佮一个甘交吼，甘我即来讲甘就是迄个，咱感觉就会甘吼，即个电话街这边咧做南北货，啊，南北货，较早有做甘仔货，啊，所以甘交就是作为干货的生意。咱就讲南北货，南北货就是大个嘛。啊，这安怎做干吼？咱的情况啊，这干吼，就是讲较早迄个咱十尾仔店，啊，暗时用收起，啊，其实也是咱一个干货啊，你知影嘛吼？啊，甲迄大货放伫遐，放伫遐，啊，喺外口我这里放个豆腐，啊，这放盐，啊，这放糖，安一羹啊，放落来摆。啊，暗时啊收点物时，啊，就一羹收入。安尼是较方便嘛，较方便，所以你比做迄个感觉重就是干物件，跟干嘛暗时好收得。啊，即摆干交，南北货，做成真大摊，较大是干嘛？南北货较早的讲法就是干嘛货，所以你干一直延伸出去，真大，所以干较大是迄个真重要的物件，迄个用底下做嘛吼。啊，所以是咱的迄个真重要的器材啊。咱即有一寡塑胶，有一寡所以底下你物件无啥路用嘛吼。啊，若甲迄个，就是讲塑胶袂引进，咱有迄底下做个，底下面做个底下拄啊啥，所以迄个真重要的一个迄个行业嘛吼。啊，做即个
干做主持，这个行的，这不了辛苦，因为这种靠手人参加。像要做迄辛苦的行业，就比较辛苦的所在去做。上歹趁食的所在人，伊起来做这个行业，比如讲迄个配偶是毋是真善食？配偶迄个规趟拢是风也无水，也免种鱼啊，甲因种土豆，还种啥物？真迄个掠鱼，配偶是真善食的所在，规年咧找海风嘛，所以像你做这个干的生意，配偶啦，台湾的干仔店，做干嘛是干仔店，做干的请做干的师傅，真侪拢是迄配偶啦，所以有一句话讲，无平不成干。你若无请迄个配偶，迄个新đồ哦，你干仔店规日，你干仔做干的生意做袂起来。因为迄真艰苦的工作，有比较艰苦的所在，伊人会再来做这个，所以有这个讲法。所以干是绝对咱真重要一个家庭品哈。过来讲迄个咱当人去爱带个汉人爱无当带汉人的宝，所以爱甲迄个北部的人通婚啊，北部是迄个。母系社会嘛，拢是查某咧管家，汉人是迄个查甫的社会，所以有一寡迄个情形就讲，到底你是娶某还是叫某招安尼吼？所以汉人讲自较好，所以去怪这个北部查某，即款查某娶起来，嘛这个财产，毋过伊规家伙拢过来食咧，所以变做你娶某那因规家伙。拢过来做伙食，因为迄北部的观念是讲，毋是啊，是你互咱招的吼，所以有一句话讲，翻无快看，三下底无安，咱带翻无简单啦。毋过伊规家伙拢来的时阵，你过来去比好食，所以有一句讲法吼，即是较来迄个风俗啊，迄个经营的这老板的话啊，过来讲迄个高山反真猛的民众啊，他们出草啥物，毋过北部反一般来讲，拢是伤过温和啦，伤过温和，而且母系社会吼，然后查某关系是，所以你看伊较大迄个，你最早人来这台湾画迄个采风图，迄个汉人迄个翻做的图，讲真奇怪。查某咧管家，查甫的老番工啊吼，老番工哎拢无头毛，若无头毛嘛无喙鬚，头毛会搭去嘛，喙鬚袂定搭，喙鬚无尾搭嘛，遐个好调。所以迄个番工啊，拢敢回收共款，所以伊当有老句话讲。番喙鬚无一片，这是伊个现象。这个应用就是讲八字庙一片，因为拢无一片吼，无一片，伊就讲，好，团队家己开了，伊无番的喙鬚，拢无老喙鬚的，八字一片，就是番喙鬚无一片过来就讲，能够自久了，他乡变故乡嘛，这是一个真自然的现象。较早咱台湾1945年了，来一寡中国人，所以移民台湾，放过大陆较快。但是到即个第三代，比如说天然毒嘛这是现象金门的对面就是东湾、同安嘛东湾，金门大部分拢是你了解就是拢对中国迄边过来，金门是东湾，所以金门腔就是东湾腔。金门咱东湾靠海边所以咱即摆台湾，咱这个大陆人嘛，东湾的口口咱这个刀洲较早迄个江专饼有迄个刀饼所以东湾艺术走来这大陆饼，安怎有一句话较早，咱行讲咱是迄个长山人，毋是中国人。
听久嘛会哑的。你长山赛公路才袂完啦。那一个教你若讲海长山，你若登长山，所以有一句咧，跟对来讲吼，自久他乡变为故乡。金门以前我是闽南人，毋是台湾人。我若讲的是，阮这台湾来可能是300年前的代志，我无认为我是迄个台湾人。啊，台湾嘛毋是长山啊，因为较讲古时先人来讲，迄个是讲讲我们长山。我做10代、3代、5代拢毋捌去长山，哪会去长山？所以台湾就是毋是长山。现主席这时阵，咱看外省人是这种。第一代讲是中国人，第二代是讲半点中国人，半中国人第三。那这第三代是讲天然土就对，就是中国人。所以这是一个现象啊。较早咱是讲迄个传统社会是守贞守节哈。这是咱有迄个能力，有这个稳定的造这个一个翁无某就是乱糟糟，一个无翁就无人趁钱。所以要守贞守节真困难，包括查甫，包括查某。尤其是咱讲来个这台湾这所在，拢是第一生活会当过，生活会当过。所以若某死，主要做咩？死某亲像挂土财。一个死，一个过一个来嘛。所以死某你厝内无人顾囡仔，无人煮食，你就爱去找一个补。死安嘛共款啊，死安无人趁食无人赚，你要换一个饭卡，换做人谈，查甫咧谈，查甫咧煮食嘛。所以死某先生，咱来死某都换一个先生去做去看亲情吼。死安换饭卡。对对，嘛就换个长期换票这是较大的问题。我听过这我听过。你讲迄个贞节贞操，这是讲得简单，做无简单。伊生活困苦的时阵，袂用安尼对吧？所以解决生活问题，较要紧吼。所以伊迄个困难的时阵，就这死某换先生，死人换饭卡。较早确实是安尼，咱台湾讲会当讲较现代化、较进步，差不多1920年左右，就种日本人管台湾才20年了，台湾才较现代化。较早确实是真辛苦，袂当趁食，鼻仔无好，卫生无好，所以去爱是主要是个中国真落伍的环境哦。到1920年了，这有个真大的差别。咱台湾的迄个文化，比如讲大陆家这个台湾的上进步，从1920年开始，这个。歌啊，是迄个民谣的舞谣会啦，拢都比较出来。从1920年开始，所以1920年台湾进现代化社会，过来咧，咱迄个汉人的传统观念的传宗接代嘛吼，传宗接代就是传咱的知识，传咱的乡路园。你来到台湾，你来到台湾，你可能有本事甲你营会排落，营会无排落。我等到我趁到钱，才等于长山去甲营会请来台湾。等到你请来台湾的时阵，可能你不用对人做，因为外口足济查甫的，足济查甫拢无我吼，所以对讲。所以迄当阵查甫，你找无迄个对象结婚无？向招嘛，向招，向招就挂迄个线，挂迄个线，咱有一个真重要的，咱迄个上大仪式讲，死了出山有迄出山，迄有一个真大的灯，迄个纸线灯喎，咱迄蛋甲大母的蛋，还是李甲大母的李个写真大吼，迄就是咱的子孙灯，还是咱纸线灯这是真重要拢。观察头前，迄开路的迄个线灯，字线啦，字线线灯，家孙灯啊，这是真重要，去观察头前迄两支灯，怎啊出山了，佮转来吊咱个，转来了，吊在咱个厅头迄个字线灯吼，所以迄家孙灯迄是真传统接待真重要的仪式。
你若强招，你袂使传这个性，啊，所以你就该大顶个袂掉，是不是安尼讲？爱某袂大顶，爱迄是爱红椒，迄不得已就国不以中咧，再强招，因为你个自细顶都袂掉嘅，啊，啊，落一个方式你我想着啊，就讲查甫讲招时阵。查某不健身嘛，爱施功夫嘛，啊，叫讲意思，啊，摆来讲泡一个水者，啊，查甫嘛是爱施功夫，啊，施功夫施了，迄个香压落长头香啊，袂使搁倒转来，毋是咱家孙啊，你捌听个长头香啊？烧迄长头香，迄个查甫若讲烧施功夫，施功嘛，啊，因为迄长香是爱甲压掉。所以，啊，但这是非常，那时候是生理教啊。啊，过来讲，啊那，你练红头无好，啊，佫无红椒，啊，就变迄个罗汉卡，无好无搞嘛，罗汉卡十个罗汉啊。啊，罗汉卡这个讲法就甲罗汉卡，真正讲罗汉卡无好，较早罗汉卡我铁价差不多。啊，咱讲罗汉卡，因为伊无厝好大。啊，无做咧住，就住迄庙，咱就讲就注意，咱即摆讲住迄个火车站啊，也是讲住迄个公园，啊，较早住迄庙，啊庙正新诶，就是观音佛祖迄只大庙，啊惊迄足大神，啊惊无18罗汉，白惊，啊就罗汉诶骹遐困，罗汉骹遐困，遐人遐困罗汉骹，伊这样来。这大神这种啊，惊就是罗汉家嘛，罗汉卡人家啦。啊，普通若无某，第一就是130，啊，第二就歹过年嘛，啊，咱讲一人百，从几百，迄讲真好听，啊，确实一人死，伊拢死了啊，所以这实在是真艰苦吼，无某真艰苦，三化无人保，这是种。啊，第二讲，无某无搞，穿衫破肩胛，啊，侬共款一破衫吼，因为迄无人来关心这个。啊，第三我才无写出来，无某无搞，迄无人管啊，所以吼，做贼做好。对啊，哦，这晚一定啦，哎，找你。哦，对。无搞了哈，迄个去做啥叫偷零物件，因为无人看起来一定偷零物件。啊，做好迄好听啊，你是啥嘢面前有啊？这是应该，跟古讲个20有啊，基本好咱真，较好真普遍啊。咱基本那时阵也好出过转，啊，较早咱好真普遍，海边做济，所以咱较水迄个是后遐，后卡去做的后遐啊，啊后是真普遍，所以后早进入咱的生活语言。啊，我所以研究台语吼，后咱台语后早20岁以上，啊，所以咱基本无啥个代志。但是后是即台语就100年是真普遍的迄个意思啊。后一个特性，一个特性吼，就是你讲引导你是引啦，就是讲校工校务规工接做伙，啊，校工规工接做伙，啊，所以你讲引啦吼，引导你来排做伙，啊，即摆讲是恩爱夫妻啦，啊，较早就讲迄校工校务，伊实在是真啦，啊，所以做才做校就困难找我，困难个某，困难找囝，啊，因为伊无某嘛，所以伊挡袂了，伊可能去找我。有人食去做菜，无人暗时不入去做好，所以现在有这个为事出来啊。啊，有一天我去彰化迄个飞大遐一个台湾民俗村啊，这个未换头前未经验吼，因为我真爱看民俗，所以我头去看。啊，民俗村上尾一天是无成意，我去看，我去叫睇啦。啊，有一天我去迄个
迄门面也看着门面，我足注意的吼，我足注意的。啊，所以我来记，啊，这番薯我袂记，番薯我可能袂记。啊，迄个是讲草地人够肥，准备换大肥，其他人真假死，大肥嘛准备吼。即种真白代志，拢你迄真白代志，啊，你爱知伊迄代背景是安怎吼？咱增加乡下人吼，伫迄个下港人讲草地人，啊，伫北部人讲增加人，阮桃园人讲增加人，啊，阮台南读册伊讲草地人，草地人，无共款的讲法，反正草地人到退一退嘛吼，啊，做咩换大肥，这讲一个吼，就是讲做鸡啊，啊，甲较大无迄个公共的迄个下水道，啊，你迄大肥就是当落肥啊。迄个西椒啦，啊西椒一规大堆，啊一个爱人来车走，啊，咱即嘛有一个化粪池，即嘛讲下水道的化粪池无掂吼，啊你这一工两工的时阵，啊就有人来车走，所以有即款罗汉卡做这生意，就打大肥啦，打大肥啊，啊大肥打去装卡来做有机肥来去压菜啊，压菜啥玩意，所以。这有一个供需吼，啊，我甲你打晒，你是爱互工钱我，应就是安尼嘛，对，我甲你的废弃物处理了我，啊，但是你是废弃物，你也是肥料是，啊，我爱钱互你的，所以当然是一般。我去打晒，即摆有这经验咯，啊，我为了固定吼，我就是我甲你打晒，像你这号吼，去打晒，啊，你今日包互我吼，啊，我用斤的准备来甲你包吼，做今年恁做，比如讲10个人10个人叫一个赛员嘛，啊，就用较济准备，甲包起来哈，啊，所以准备换大肥，实在是跟就无通啊，确实真正是安尼有这样用啊，迄个市内人嘛是有影真假的，你当摕去清理粪扫。啊！你个人大肥嘛，做你这就是两个共款意思，但因为伊为了就讲两项，所以甲迄个做咩换大肥，大肥换做米，这更是阮阿妈上另外一个直接就走出来，啊！这咱听有无？听有吼，这是啊！我讲迄个彰化，迄个民俗村，上尾一工我去参观无人去啊，啊！迄个经理，点啊陪我闹咧，较注意啊，无生意啊过来，我来应的吼。啊，开去家遐去，你这对联啊，咱少对联啊，我这对联，因为我对印象真深嘛吼，对印象真深吼，哎，我对，这个这摆甲留起来，咱这个然后有一个俗语吼，因为咱拢因为是华语教育，所以咱一定用华语讲啊，比如讲做某一项手艺，咱台湾嘛是共款有这款俗语啊，当然人也是无回头啊，咱台湾说咱糖啊糖嘛做。糖出去，糖人无多，因为糖人无值钱嘛，所以无一期无回头嘛吼。啊，过来大家去钓草鱼，一期无回头；那大家去任何去拢钓草鱼，拢一期无回头。所以咱再讲台语，讲对这台湾是不一定讲不价钱，是这是台湾节的台湾节俗语嘛。啊，过来咱台湾的是迄种上较到位，就是讲。然后五大家四大家上有武力的，就是武王敏感，因为凭迄个太平天国，凭迄个乱岁建功，所以台湾上血的武将，啊，所以台湾看有上惊的武将，上惊的武将，因为有武力可能说是叛乱的，所以一定要炮死的啊，所以因为日本菜是直接我战士，因真正后代拢是受迄个清朝的压迫。就日本压迫，就国民党压迫，拢台台市拢有吼。这点解会点解这故事真精彩？咱电影也敢讲这个，算是点解电视剧吼，就讲点解故事。啊，我是迄个字幕的台语翻译，伊字幕用华语故事，我台语翻译。啊，这其中有一个就讲，顶时明明有甲点解迄个害死，但是点解迄武将足悬的，啊叫做武力的。啊，咱来甲骗请，我请你来食饭，请来食饭。啊，迄个你们菜迄来款，我真勇敢食饭，然后啥物啊？抓一个兵啊来，几个人，马上门关起来，现台，
天地颠倒顶，暗蓝海红顶蓝的这吼，并无去关开始关灯顶啊，就是讲，我大迄关若受刑的时阵，迄三个证条关无迄证条，迄代表是关有互你，你转一关就缓刑了。所以这三个证条，迄无爱证条，照迄个斩头嘛。哎，即摆是先下手为强，现台无正衫，无正花啊，开始讲就有这个严格普通的故事。林文灿的记啦，甲迄个一个对方一个迄个肮脏吼，迄嘛是世仇啦，迄个超短的先昂感啊，所以会昂林无结亲情的这个故事，所以有即款这个。你刚才迄个故事水出来哦，怎么这？我这讲完好耍，因为这是迄个高兴人的迄个故事，高兴人较早迄个台湾人先就不管你不能通敌啊，所以日本人讲，你唔通安尼啦，咱即摆吼，你看爱学迄印度的印度甘地嘛，甘地是不抵抗主义嘛，不抵抗主义嘛，所以一旦因为咱台湾日本人还有个严治甘啊，所以你只要一个你看迄个甘地还是高兴人安尼，甲日本人做安尼，咱唔再用做皇民，再用建设国家吼，还有一寡人，高兴人甲查中门的吼，啊，所以有一个我记讲，因为4句咧吼，啊，结果我记3句，我感觉记唔着，啊，我去抄资料，是3句啊。高兴人必然寒之将必一起，草榴必液体啊，这是经济到够忝的哈。咱即摆较早讲叉必鸡腿，就走在这里面够错的，啊，这是古教人讲即句的时候，因为写未清啦，因为写未清。好，我讲到这，啊，过来小问题就在讲。